呢架車輕鐵5期列車，卡通電影迷你兵團與大怪獸主題列車。地點輕鐵澤豐站1號月台往元朗方向。時間早上10點29分。日期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。會即將駛經輕鐵澤豐站1號月台往元朗方向。列車編號806，列車編號為1156。睇下呢個怪獸好大隻啊！嗱，呢隻係好大隻啊！嗱，幾大隻？哇，好正啊！有咩問題呢？可以上 YouTube 留言俾我。再見。